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甘，果暗甘第五条。物件放入嘴里，无随吞落，咱讲是甘。像讲糖仔甘伫嘴内，古早一款糖仔叫做金柑仔，嘛有人讲是糖柑仔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加，代表有的意思。像古早人讲谈加火，就是谈有火。另外，加入内底就是有咧内底的意思。也有讲带囡仔、饲囡仔，咱讲是加一个囡仔、加带囡仔。这个文音读做含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含梢，这个意思是讲物件用久了后会枯气、会歹气、会皱气。某人讲是物件做了较两光，做了较无好、较无档头。第二个词是一个咧，读做田螺甘水过冬。本来是讲散车人艰苦度日子，等待时机。落尾混看来讲，会当讲是艰苦度过难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阿明，田螺甘水过冬，勤俭过日子，等待好时机。看伊用手机啊，拢已经写甲密密麻麻、孤气含梢，伊还搁咧用，实在是有够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甘，另外一个音读做加，这是白音，文音读做含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